使徒行传第4章，彼得甲约翰对群众伫讲话时，有祭司、圣殿的守卫长甲撒都该派的人来，因非常生气，因为这两个使徒的确是证人，根据耶稣的讲话，宣讲死人国活的事，因就掠这两个使徒，甲因拘留到隔日，因为天已经暗。听到信息的有真侪人信，大部人的人数差不多有5000。隔日，犹太人的领袖、长老甲经学教师聚集伫耶路撒冷。大祭司亚那甲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甲大祭司的家族嘛拢伫遐。因叫使徒来徛伫因中间，问讲：恁靠什么权能，奉什么名做这项代志？迄时彼得受圣神充满，应讲：各位民间的领袖甲长老，阮今仔日若是为着这个卡拜的人得到医好，所做的好事是有查问。恁大家甲所有以色列人拢着知。这个人完全勇行，徛伫恁面前，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位耶稣，恁甲伊钉十字架，毋过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。伊就是圣经所讲，恁这个起厝师傅所起擦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。耶稣以外，拢无拯救，因为伫天下人间，上帝无赐别的名，互咱通靠迄个名来得救。议员看到彼得甲约翰遐尼勇敢，搁知因是无读册的普通人，就真着惊。因搁认得因捌甲耶稣做伙，嘛看到迄个得到医好的人徛伫因身边，就无话通反驳。议员就叫因离开议会，然后参详讲：咱着安怎来对付这个人？因所行这个奇异的神迹，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拢知，咱无法度否认。毋过为着要避免这个代志伫民间哪传哪看，咱着甲因警告，对什么人都毋通搁奉耶稣的名讲论。后来因叫迄两个使徒来，命令因袂用得搁奉耶稣的名讲论，也是假事。毋过彼得甲约翰应讲：伫上帝面前听叹恁，还是听叹上帝才对，恁家己判断。因为阮所看到、所听到的，袂当无讲。遐个议员搁严严甲因警告了后，放因去。因毋知着安怎甲因处罚，因为民众拢得为着所发生的代志，归因讲互上帝。对这个新者得到医好迄个人，已经40外岁。彼得甲约翰受讨放，就倒去东坡遐，将祭司长甲长老甲因讲的话，拢对因报告。因听了就动心，大声对上帝祈祷讲：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主宰，你捌通过圣神用你的罗卜，阮的主大笔的喙讲，外邦是安怎喊话，万民是安怎计谋无效果的事。地上的君王拢排阵要交战，统治者联合起来，要攻击主甲伊选立的基督。希律甲邦修毕业刀果然伫这个城内，甲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联合来攻击你选立圣的罗卜耶稣。因组织要做你的官能甲你的旨意，有定会发生的一切的事。但主啊，因得甲阮恐吓，求你监察，互你的罗卜搁较有勇气，通宣讲你的事实。求你伸手医治，
佮通过你成的罗卜耶稣的名，互阮行新掠之事。基督说，聚会的所在、摇动，因拢受圣神充满，勇敢宣讲上帝的信息。全体信徒拢同心合意，无一个人讲伊的财物是家己的，所有的物件公家用。使徒用大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国话，众人拢得到大恩典。因中间无人有欠客，因为有残垣厝体的人拢赔出去，所得到的钱摕来交予使徒，照逐个人的需要分配。一个出世伫塞浦路斯的利未人约瑟，使徒甲伊叫做巴拿巴，意思就是安慰者。伊卖家己的残垣钱摕来交予使徒。